人数，就感觉一种被激励的感觉哈。我们也平常台语跟华语哈，台语甲国语的兄弟有时较少做伙见面讲来请安啦。所以我们现在给隔壁请安一下，问候一下，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上帝，好不好？跟隔壁，感谢主哈。好，我们今天2堂礼拜没有分开，但是时间也要合在一起，所以会比较长一点点。但是我很感动哈，就是以前我们在会员和会举行选举的时候，从8点多一直到快12点，大家都很安静，而且很乐意参与在这边，表示大家对教会的事工非常的重视，很看重，特别是追求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富强教会很大的一个文化跟资产，这是我们值得肯定跟鼓励的。但是我们小会也在努力，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和会的流程做得很顺畅，很有效率，而且是合乎教会的法规，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我们也期待今天我们的和会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也特别我们能够顺利选出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在开和会之前，牧师要用主的话语来跟大家一起勉励。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福运2场礼拜联合做伙，我伫这要先领受你的话语，来学习主你的教示，也通照主你的话，我来进行搁落去和会来选举。愿你亲自开启阮的心，互阮知影你话语中的奥妙甲教示。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中级受选应邀呼召，长职受选荣耀呼召，是因为我们台湾最近大家因为在民主制度里面选举非常的频繁，今年选立法委员、总统都还没休息，又开始要选那个县市长了，反正大家就觉得很习惯电视上天天在讲选举的事情。好，这个是一个制度，但是跟我们长老教会选举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差异的地方？为什么它是一种荣耀的呼召呢？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在开和会之前一起学习的一个信息那经文我们会在后面来在一起来分享。那我们首先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是受召来宣扬上帝伟大的救恩。你我都是平凡人，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宣言所讲的。大家拢真平凡啦，有世间的知识财物，或是有世界我们所属的地位，但这个都跟受选当长职、受呼召宣扬上帝伟大的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现在从大卫他受膏立这个例子，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来了解大卫受呼召、受抹油来做王，到底遐话，互咱心款的启示这是迄个图画内底，大卫受迄个撒母耳来抹油成做王到底以什么款的情景那牧师要把刚刚我们读了前2段经文一个比较完整的，藉由经文来描述大卫受膏的经过撒母耳记上16章从第6节开始，刚刚我们有读了前2节。他说他们到的时候呢，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意思讲这个囝以利亚都是因感觉上好的，以利亚就给他杀出来撒母耳也觉得哇不错站在上主面前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但是上帝就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是人，
人看外表，我看内心。好，就是开始进入到人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你说高大的身材不好吗？外表非常的雄壮威武，或是外表非常的让人家看着很 nice， 这样不好吗？都好啦。但是上帝在这一些条件，人的条件之外，他说他看内心，那看内心。所以从神的角度，他是看这一个人是不是跟神走在同样的道路上，而不是用外表来做判断。然后我们看他怎么选哈。然后耶西叫他的儿子亚比拿达走过撒母耳面前，又另外一位啦。但撒母耳说不，上主也没有选他。然后第9节，耶西又叫沙玛，已经第3个了哈。撒母耳说不，上主也没有选他。这样耶西把7个儿子都叫到撒母耳面前，撒母耳对他说不，上主没有选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我想同样是耶西的儿子啦，除非讲特别较辉瑞，无应该大家拢讲袂歹才对咧，都是因为已经选中耶西的家了嘛，耶西这是由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世系下来的被神所选上的一个族嘛，都是已经由神所定义的嘛。但是在这7个儿子当中，上帝都没选，所以在下一节说，于是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其他儿子吗？”耶西说：“还有一个最小的，在外面放羊。”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位是谁啦。从耶西的人的看法，觉得前面这7个已经够撒母耳还好好选了，都很优秀了。其他剩下这一个在外面看羊不算在内的，就是好像就是已经没有被选上，或是没有被感觉是他要受选的，所以还在外面看羊嘛。但是撒母耳说叫他来这里，他不来，我们就不献祭。当然这就是神启示给撒母耳的话好，那12节说，于是耶西派人去叫他来，他是个英俊的青年，双颊红润，眼睛炯炯发光。上主对撒母耳说：“就是他，就是他，膏立他吧。”好，从这个短短的受膏的故事，我们发现耶西把最棒的7个都摆到前面来了，但是上帝不选。耶西认为一个无关紧要，或是还小，根本还不到时候，让他在外面牧羊。但是上帝说我要选他。我们可能会想说上帝好像蛮搞怪的这个都跟人家想的不一样。但是其实神就是要借由这个，让人谦卑下来，知道说，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用人的角度去堆砌，人的角度去宣传，人的角度去看重，都不是合神的心意。好，那13节就这样子了。他说：“于是撒母耳把橄榄油拿出来，在他哥哥面前膏立了大卫。上主的灵立刻支配大卫。”这一个点很重要，因为神的同在，这个人被选，而且还是被神所充满的同在的，他的能力，他的工作才真正能够执行出来。所以从那天起，他与他同在，然后撒母耳回拉玛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大卫受膏，我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在旧约一直到新约，被选成为神的仆人或是神的工人，都是这样的态度。人看作是理想、优秀没有缺点的，在神来看，他不是所看重。是神看人的内心，看神跟神有没有同行，这个是最宝贵的。我们把刚刚的经文做三个这个整理大卫受膏，人的眼光，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换句话说，
耶西也觉得很好，以利亚很棒，撒母耳是神派他来的，他也觉得很棒。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当事人觉得很棒。当我们今天讲选举、选长职、牧师、长老，先要做某一种程度的一个差派或是推荐，这个也不算数，是上帝说了算。就像撒母耳，他也觉得不错，但是神说我不选他。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推敲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一个最关键的部分。人往往会有自己的原有的看见，或是原有的经验，或是原有的喜好，但是我们是要先寻求神。上帝怎么说呢？上帝的眼光，上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这个也算是我们今天一个普遍社会的认知啦。我们知道，在电视广告充斥的时候，你都知道，在广告上讲的你不要全部信啦什么吃了什么东西，马上脸就变得那么白皙细致整个人的身体都健康，都没有病，你会觉得是真的吗？是有效，但是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所以广告是最容易让人家看外表。他要做广告说人多漂亮，人多健康，都是选那个外表让你看，但是是不是真的？甚至有人说我推荐这个药品，那其实他自己都没吃过所以神看内心，从我们的经验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觉得奇怪，只是说人容易被遮盖了，人容易会被掩蔽了。所以神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大卫。圣经说，于是耶西派人叫他来，他是个英俊的青年，双颊红润，眼睛炯炯发光。上主对撒母耳说：“就是他，高立他吧。”我们再从第二段经文里面看见，神所选立的仆人不只是牧者了一般要服侍神的，也要有牧者的形象。这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2到4节为了节省时间，牧师就跳过台语的部分，我们再复习一下华语的。现在中文他说要牧养上帝所托你们的羊群，要牧养，再来甘心乐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酬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这些经文已经非常清楚，上帝所差派的他的仆人、他的工人的态度。他说：“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大牧人来的时候，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再做一个整理，主仆人、牧者的形象。第一个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牧养上帝所托付的羊群。长老、执事、小组长，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来牧养？就是要牧养羊群。第二个态度很重要，他说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是神要我怎么做，而不是我按照我的喜怒哀乐，或是按照我的想法，是神要我做什么。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了酬报，被逼了为了面子或是为了某种利益，不是，是自动自发的。所以我们才说，被神呼召多重要。因为你觉得这个工作是神差派你的，不是人逼你的，或是人拜托你的，而且是自动自发，没有酬劳，也不是被逼的。那这种人哪里找呢？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完全的 NGO 的团体。NGO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志工。我们完全是被神呼召来，不是为利益，不是为酬报，是自动自发的。所以这种人，我们怎么样把他找出来呢？这种人我们怎么差派呢？当然就是透过
信仰、属灵的喂养，透过门徒训练，透过榜样。第三个角度，他说不要辖制所牧养的羊群，而是要做羊群的榜样。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仆人牧养，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担任某个职位，好像社会的那个阶级制度啊，做长官的用他的权威的命令或是辖制，他是说你不能辖制，而是要做榜样。换句话说，你要让他顺服你，你要让他跟随你，你要让他让我们的会友或你的组员跟你一同服侍，不是用勉强的，而是因为你亲自做榜样，做模范。来，我做给你看，不你对我做，不咱做伙做。哇，这个是基督徒能够发挥到极致的话，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最棒的一个恩赐的恩典的。在这个社会，我们工作都有小时，1小时多少钱，对不对？时薪，我们的劳工争取的不得了，每一年都要加一点，为什么呢？那个是我生活的需要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教会？你不会说，我的时薪多少？我来这边小组要花多少时间？上帝啊，你要给我多少？没有。它的差异在哪里？差异在于，因为你甘心乐意、自动自发，不是勉强，你是为了要做榜样。但是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第4点，他说：那报赏就是大牧人来临时，就会领受到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弟兄姐妹，不失去光彩，而且是永不失去。世上的权位，有一天就会失去。前天还在当总统，明天就当平民了。前天当立法委员，当议员，明天你到任了，你下来就是普通的平民。人类的社会，我们说那个是公平的，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是我们的父神给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应许，是因为你不为报酬，你不是勉强，你是自动自发，你什么好像都没得到，但是神是给你最好的，就是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基督徒就是会看见那个不是世上的价值了，不是世上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一句标语说：为了那个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愿意付上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选举长职，这是我们长老教会最重要的代议民主的精神。代议民主，什么叫代议民主呢？代议民主它的这个定义就是叫做间接民主了哈，间接民主，就是教会中以选举形式来选出长老跟执事，来代表在教会中行使权利，就是牧养跟服事，就是跟牧师同工。好，你看这个选举，今天我们在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你觉得很习惯，但是请记得，这个民主制度，教会的民主比现在国家的民主还更早，那才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借着这个制度，长职在教会中行使制定规章，管理教会，遵行民主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万民皆祭司的精神呐。万民皆祭司，你有说这个他很奇怪呢？我们长老教不是这样吗？你如果差异到宗教改革之前，宗教改革已经500年了，对不对？今天的周报有报告，我们的宗教改革主日就是在10月31号。在500多年前，以前就是教皇、枢机主教、神父，就神职人员在管理教会，信徒没有那个权利权责，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
特别是我们长老教会借由加尔文这位开创者，推动了整个教会的制度，所以就产生了长老，还有执事。其中其实牧师就是长老的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有叫做教会的长老，还有叫管理的长老。但是在教会里面就形成了牧者就是做宣讲，我们的长老担任整个会堂整个的制度的制定跟管理，所以这个叫做万民皆祭司。祭司以前就是特权阶级呀，特权阶级。前几天呢，我们同学有开一个同学，我们是我们以前神学院的已经毕业几十年了。那我们一位同学他就想说，他的先生是传统的犹太人利未族的后代，他还讲说他们不用做什么工作，就专门做祭司就好。这到现在制度还在耶。以色列的政府他们就要负责供应他们的生活，就像旧约时代利未人的一个职权一样。好，以前就是有这样世袭的，而且是特别选派的。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我们长老教会，就是把这一个制度改过来了。就像耶稣在钉十字架后，整个圣殿的布幔就裂开了，人能直接跟神祷告，人能直接跟神献祭。我们现在祷告的祭，献上感恩的祭，不用透过祭司，那是何等大的一个宗教的革命啊！那我们长老教会就是具体的呈现的这个部分。其实呢，这个民主制度，我们知道，我们长老教会的渊源是从英国的长老教会来的。那英国的长老教会，他们当时所差派来台湾传福音，当时马雅各医生、甘威林牧师、巴克利牧师、李修牧师，因拢是对摩回苏格兰。就是这个地方，英国的北部有一个大区块，叫做苏格兰。所以英国你若听过，你若注意听伊的原文英国是叫做联合王国的，联合王国呢。换句话说，他们内部其实就有分不同的4个区块。平常是统一由英国的那个英国的皇帝就是来名誉的领袖其实他们各自都蛮行政很多是独立的啦。那苏格兰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源头，那苏格兰的源头就是从加尔文所以呢，这是苏格兰的教会，苏格兰的教会虽然他们现在因为历史的演变苏格兰教会其实慢慢已经比较没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制度从那边而来。代议民主在16世纪的苏格兰非常兴盛，所以400多年来影响民主制度发展非常的深远。比如说以前教会的这个民主制度影响到整个英国君主立宪，然后从那边开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是由这个精神而演变过来的，只是它的内容不大一样。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遵循这个民主的传统，就是加尔文他所说的加尔文他的理念他说加尔文的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人，他是说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加尔文说，上帝的主权遍及人生和全世界，遵循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的行动，就在彰显上帝的主权。换句话说，当我们所做的事、教会的事、传福音的事教会管理的事、选出长职的事，这些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以这个为最终的目标，而不是用人为的方法。那就是我们在寻求。所以长老执事的选举呢，就是寻求荣耀上帝的方式。那荣耀上帝，跟上帝说：“我看内心，不看人的外表。”基督徒怎么揣摩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是透过你我每一张票选出来呀。到底你选的票，你是遵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还是按照你原先的人的看法呢？那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成熟表现了，对不对？因为牧师也不能教导你选谁呀。那你是不是在主里面同感一灵？因为神给你这样的心意，说这个人是神所差派的，我
用祷告的心选上去这样子。所以他说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选出教会的长子。所以我们再回到原先大卫受膏的这个教导，长子选举不是以世人的眼光，比如说外貌啦、财富啦、地位啦，而是因为我们寻求这个人是不是有跟随耶稣的脚步，用仆人的心服侍主。就刚刚讲的，上帝的仆人有任务牧养神的羊群，不是出于那个被迫勉强，而是甘心乐意，不是为了报酬，而且能够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弟兄姐妹，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是荣耀的呼召。我要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也是勉励我们每一位要受选的长子。我们请敬拜团当牧师念完这段诗歌歌词的时候，到前面来，再一次带领我们唱。我们为今天要受选的长子来献上祝福跟祷告。他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领受了这个荣耀的呼召？换句话说，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他说：“使我瓦器，瓦器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器皿，但是因为有神丰富的恩典，使我们在瓦器里充满了莫大的能力。”我们再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请选务人员开始预备哈。